自2025華人永遠墳場修訂規則生效後，華永會喺新龕位項目中會同時提供可續期龕位及無需續期龕位俾市民選擇。可續期龕位包括可續期普通龕位同埋可續期家族龕位，佢哋嘅尺寸規格同無需續期龕位相若。可續期普通龕位可安放1至2位先人骨灰，可續期家族龕位可安放1至4位先人骨灰，視乎骨灰中大細，如有需要可以申請額外加放。可續期龕位首段年期為20年，期滿後可以每10年續期一次。目前可續期普通龕位同埋可續期家族龕位首20年嘅費用分別係港幣4000元以及16000元。之後每10年嘅續期費用分別係港幣2000元以及8000元。如果日後收費有所調整，申請人需按新一段年期開始日當時嘅收費繳付續期費用。為提醒持證人喺龕位到期前續期或遷出先人，華永會將於龕位期滿前約24個月通知持證人為龕位續期。華永會亦會喺龕位期滿前嘅清明或重陽節期間，喺龕位附近張貼告示，提醒持證人以及到場掃墓嘅人士作出續期或者遷出先人嘅安排。續期申請可由龕位持證人或親友辦理，申請人最早可於龕位到期前嘅24個月內申請續期。假如龕位期滿後仍未有安排續期或遷出先人骨灰，華永會將會喺該龕位張貼告示，並按法例規定作出公告。喺公告刊登6個月後，華永會將安排移出先人骨灰，並撒放喺紀念花園內，所有費用將由持證人支付。為令到華永會可以同持證人保持聯絡，如果持證人嘅聯絡資料包括地址、電話號碼或電郵地址等有任何改變，必須盡快通知華永會。可續期龕位嘅先人安放資格同無需續期龕位一樣，首位安放嘅先人必須為香港永久居住並有華人血統嘅人，或佢嘅配偶同埋仔女。持證人可以喺可續期龕位內家放其他先人骨灰。可續期家族龕位嘅家放先人必須為首位先人嘅親屬。如果想查詢任何有關可續期龕位以及無需續期龕位嘅事宜，歡迎聯絡華永會。